南投草屯的社区北投地区，当地长辈时代用演的，把迄段已经放袂记哩的婚仔的人生演出来。伫舞台顶串联是大人过去种婚仔的生活经验，彰显当时的历史背景，用搬戏方式，互学生会当了解地方早期的农业文化。所以讲，家吼，会使讲大家拢有分经啦吼。咱这产业嘛无讲一区讲无种婚仔，啊区拢爱种婚仔咧吼。这是草屯北投社区伫咧推动的社区剧场，编写家己的故事时，发现真侪是大人早就有种婚仔经验，因为本是家己的故事，是大人头一摆上台做演员，演技煞真自然，大家拢真学乐。烟业里面有很多专业，所以就必须要去收集资料。然后除了烟业的专业之外，还有生活习性上，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？借由社区剧场的方式，希望让学生了解6一年辛苦的付出，同齐守护家己的家乡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